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92日，今日我有瞓到夠鐘起身，然之後有提醒達仔同爸 B 出門，跟住就有好好咁樣陪婆婆傾偈，等佢去旅行之前安心。我有個好問啦，好似有實現見到啊，隻仔話有一個 YouTube 話咧，今日嘅凌晨3點咧，拍片拍到嘅有個外星飛船。然後話會唔會係11月公嘅機場大興村嗰度？今日我有幫阿仔，我唔想咁樣啊！好啦，我幫阿仔還原佢個扭計骰，整咗好耐，終於成功還原佢個扭計骰，自我實現。我有同埋一齊玩，自我實現。自己講自己。我有喺度 YouTube 有食到零食有。